洛杉磯縣議會近期推動咗一項提案，旨在限制執法部門使用車輛牌照掃描數據，以提高對司機嘅隱私保護。該提案係援引咗 CalMatters 嘅報告，指出南加州多個警察部門將呢啲數據共享俾聯邦移民機構。提案要求洛杉磯縣警察局加強對其使用車牌數據嘅監管，進行年度隱私培訓，並規定除非信息喺犯罪名單上，否則須喺60日之內刪除車牌記錄。該提案同今個月早啲時候州長否決嘅州立法案相似。該法案旨在防止濫用車牌數據。洛杉磯縣議會曾經表示，車牌讀取器係恢復失竊車輛、識別暴力犯罪嫌疑人同尋找失蹤人員嘅有效工具。喺洛杉磯市，部分市議員反對警察部門使用車牌讀取器，擔心其喺移民執法中嘅應用。議員 Ulises Hernandez 表示，共享敏感數據只會增加風險並削弱公眾信任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